大家好，我是戴杰凯，组员有陈宇杰，指导教授是陈坤志教授，指导助教是陈柏纯学长。我们组要介绍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深度学习加速器 Iris。什么是 Iris？Iris 是由 MIT 于2016年发表的 CNN 专用加速器。是最早为深度学习设计的 ASIC 之一。Iris 有几个特别明确的目标，首先就是要最大化资料重用，或者最小化资料移动。在 CNN 中，资料移动远比运算本身还要耗能，因此 Iris 的目标就是减少资料的搬运，让整体系统能够更节能地完成计算。举个例子，一次从 DRAM 中搬资料的能耗是一次乘法运算的数十倍到上百倍。因此，在设计上必须尽可能的让资料被重用，而不必频繁的从外部存取。第二个目标则是降低功耗，提高能效，使其能在低功耗的环境下使用，特别适合行动装置、嵌入式系统等对功耗敏感的应用场景。3则是要适应各种 CNN 架构，由于 CNN 的层数不同 ，FutureMap 的尺寸也不同，可能大小也不一定一样，所以整个架构必须具备弹性，才不会被限定只能跑某一种模型。架构设计 Iris 的硬体架构设计的核心是一个二维处理元素 Processing Element 阵列，每一个 PE 都有自己的 Locate Buffer， 这样就可以存取少量资料以进行简单的运算。Iris 使用的资料传输是透过 Network on Chips (NOC) 来实现，让 FutureMap Weights 和 Partition Sum 可以在 PE 阵列中有效率的移动。另外 ，Iris 采用 Raw Stationary Data Flow 是一种针对 CNN 卷积层资料重用特性而设计的资料流，能够让同一笔资料在多次卷积中被重复使用，进而降低资料移动的次数与能耗。成果与影响 ，Iris 的设计在业界和学界都带来非常大的影响。首先，它成功执行了完整的 AlexNex 模型，并且能耗值不到300毫瓦，证明了 ASIC 在深度学习应用上的可行性。另外，这个架构也引发了大量针对 CNN 加速器的研究，如 Google TPU， 而 MIT 也在2020年推出了 Iris V2 第二代的 Iris 架构，对移动端与嵌入式设备的深度学习铺路。然后接下来实作的部分就由我陈宇杰为大家介绍。首先可以从画面里面看到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test bench， 然后这个 test bench 会有input 一个 kernel， 还有 activation 的一个资料。这弄起来就是kernel 就是3×3的一个 size， 然后 activation function 就是5×5的一个矩阵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实作 display 出来的一个结果。我们可以看得到它会有经过3个迭代，然后
这个迭代的一个数量是取决于 kernel 的一个 size。如果 kernel 是kernel 是一个5×5的一个5×5的一个 matrix 的话，就会经过5个迭代，然后第3个迭代就会出现最后我们P-sum 的一个最终结果，这是CNN convolution 的CNN 计算的最终的一个矩阵。然后这个是这一次我们实作的一个 finite state machine， 我们这是用 Simulus 30来弄出来的。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整个 PE module 的一个结构，我们会有9个PE 的一个计算单元去做计算的一个动作，然后他们出来的结果就是对应着我们结果的9个3×3矩阵是9个数字，那9个结果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PE module 的一个大概的架构图。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 input 的一个部分。首先 input 就是 kernel 的一个 data， 然后 activation 的一个 data， 然后它们都是16个 bit， 然后经过一个 register 进行一个储存的动作，然后把它丢到我们叫我们的一个 memory 的一个位置，然后这个 memory 输出是取决于我们 finite state machine 控制的一个控制它的一个 address， 然后从而可以达到我们我们的一个输出的一个顺序，然后他们会经过一个乘加器然后再出来一个 P-sum 的一个结果，然后这个结果也是要用一个 register 去储存，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输出P-sum 的一个I/O 端，然后同时我们会把这个结果储存在memory 里面，然后这个是我们 memory 的一个Verilog 的一个程式码，这个是一个2-to-1 must 的一个 Verilog code， 然后这个是乘加器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waveform， 然后这个 waveform 可以看得出我们它的结果还有 input 是可以达到一个C++ CNN convolution 的一个行为，然后在这一次的专题我们是我们减少了他们，因为原论文是要用3个memory， 他们设计了3个 memory 去单独储存一个资料，他们单独的一个资料，然后在这一次的一个实作里面，我们就只用一个 memory module 就可以储存所有的资料，从而可以减低一个area 的一个减低 area， 然后未来的一个未来改进的地方是我们之后会把我们的一个 PE-top module 去整合在一个NOC 的一个 chip 里面，实做一个真正的一个 NOC 的一个 chip， 从而可以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CNN 的一个并行的运算。好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专题的 presentation， 谢谢大家。